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神。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从我相信你的那分钟，主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我永不放手，从那一抗拒的感受，这是路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真是就一无所求。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它真是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从我相信你的那分钟，注定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是路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脚趾头，它真是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其实我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这件事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这件事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上帝他是全能的主宰，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愿我们能活出他的样式，永远充满信心的跟随
全人，塑造全因你恩典，你的爱点燃心热情，你话语才是新命令，你道路我要用全心全力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我敬拜你是荣耀救主，我心灵重生全因你救赎，爱慕你，遵行你旨意，高举你，宣扬你公义，跟随你，我必要尽心尽意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跟上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求与我同行，好主引导我向你，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
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就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边聆听你的话语。求上帝温柔引导我们，我们知道往前的道路都是有你的规划，在你的掌权。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听得懂你的呼召，理解那些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我们知道跟随你到底的都会大大蒙福。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立安。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带我到你的圣所中，让我享受你无尽的恩典。我这一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来遇见你；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来体验你。你让我的生活充满喜乐，也让我的生活充满挑战，让我重新活过像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没有你，我们生命将如死灰，没有盼望的过一生。主啊，我要来求告你，盼望你，仰望你，敬畏你，因为你是我一生的主，不论在什么时刻，都盼望有你的同在。主啊，也求你让我在危难的时刻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在遇见挑战的时候，给予我足够的智慧去面对。因为我时刻仰望你，困难时让我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开心时不骄傲，因为所有的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在这里，我们也献上一点金钱，作为你圣殿的圣工之用，蒙你悦纳。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第一样，今天知美牧师是到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跟召开小会。第二个，下个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请为神学院的教育关心奉献。第三个，如果有需要申请奖学金的人，会在3月24颁发，那下个礼拜就是最后的申请。第四个，团契会长请记得将下一季4到6月的聚会内容在下个礼拜交给干事会诊。第五个，4月7号会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如果有需要追思的，请记得登记的时候要注明礼拜的场次，应该大家都是在第2堂。那如果参加各遗嘱要参加的人，至少要在3月24之前登记，然后并且缴交照片，在下礼拜之前要缴交照片，然后最多是2张。如果2堂礼拜都想要有追思的故人呢，2次的照片也可以不一样。好，奉献明细，请大家自己看，如果有错可以跟英英姐说。那以上报告到这里。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16节到20节，我这边来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请义节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呼召、放下、跟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呼召属你儿女来到你圣殿。我们的谦卑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透过你降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抉择、挑战、诱惑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一条跟随你的道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可能到现在，应该有一个老师，你觉得这个老师是好的老师，也有影响你的，请举手。没举手就是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我只爱在音控啊，只爱他们现在学校里面哈，那个老师听说很有，是一个很名校毕业的，但是他教的电子学，全班没有人听得懂，全班没有人听得懂。我们家长会开的时候，我是炮声，因为我们林子爱好不容易今年开始挖粪图强，想要好好读书，可是他竟然听不懂。后来我一讲之后，家长就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差很多，讲不懂。有一次他也是数学老师教他听不懂，他就到了5楼问一下全琪老师，全琪是教数学的，全琪教的时候，听说那一次差点考100分，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带领非常重要啊。那我想我们也常常好几年前那个棒球选手王建民有没有？他每次都记得哪一个老师？他最起初影响他很深的那个恩师，
恩师。所以现在想想，我想每一个老师对你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了好的老师，为了读好的学校，小学、国中，老师，钢琴的老师，什么老师，我们抢破头。牧师虽然不玩股票但是有听过一句话老师在讲，你们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好的老师带你上什么？不好的老师带你什么？套房就是股票套牢的意思啊。这样看来，跟随好的老师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来跟随。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关乎你自己生命、你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你有好好想要有一个老师可以跟随吗？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可以到父那里。”按着新眼光的进度，我们开始来到了马可福音。我们今年读了创世纪、士师记。如果前面2节没跟上的，读前面那种旧约你会睡着。好，那来到新约的，已经过1个礼拜没跟上了，牧师希望你开始从今天到明天可以好好跟上。马可福音书一开始就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福音的好消息是在寻找耶稣，就是寻找到生命。意思是讲，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优先顺序上面是耶稣这个老师，我们应该是要摆在第一位。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比较不一样，是牧师会总共虽然是16到20，但是我会分开带大家看。我们先看16节跟19节。好，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来，19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怎么好像比较少好。我们看到这2节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我想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或者是来到教会了，应该常常都会听到这段经文。耶稣呼召门徒，门徒就怎么样？就跟着耶稣走。你们一直都没有怀疑这段经文吗？小赖，来前面。你还真的来了，行动哇！耶稣呼召门徒，不错不错。你这样你不错哦。等一下牧师在讲，谢谢你。一般我叫没有人会来的啦，一般我叫没有人会来的一般正常不会这样子的16节到19节，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边有没有家里是住海边的？老家住海边的，这个是在讲到一个捕鱼的加利利的海边。我们如果是什么附近有富基渔港啦，什么渔港，你去那边吃鱼的时候，那个是捕鱼人他们的日常。那个是一个风吹雨淋、日晒的渔夫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虽然在那个年代，渔夫也不是说很低下阶层的，但是捕鱼其实是很辛苦的。他们是要靠天吃饭。重点是我刚讲，为什么这2个兄弟？这2对兄弟，到底发生了事情，以至于耶稣一叫，他们就放下，然后就离开。他们放下了什么？他们放下他们生活的工具嘞，还有赶快船丢了，船也要很贵的嘞。另外，约翰跟雅各呢，他就跟他父亲再见，我要离开了。你不觉得这个经文很奇怪吗？10几年前，牧师在上班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应该更少看了。20年前，有一部书叫做《问题背后的问题》，这个应该有做业务的人或者做管理人都会看这本书。表面上应该好像是抓鱼的问题，渔夫嘛，其实是这样吗？我想，可能在他们生活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们内心有遭遇到什么样困难的事情，以至于耶稣呼召他们就离开。
最近金门跟大陆那边有发生两个渔船相撞的问题嘛？可是你们觉得是渔船相撞的问题吗？只是这次爆出来哦，以前也常常在走私的哦。我回金门的时候，常常说哈，我们家乡另外一个村庄某某人被抓走了，因为他从大陆走私什么的，他那边会特别为那个，也是很多的事情。可是这次呢，其实是背后问题，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政治的问题啊！你撞到，好看谁对不对？好，我们这次最差的就是我们没有录影嘛，好，我们钱赔一赔就没事了嘛。可是他们不散呢，他们不要嘞，所以这个是政治上面的问题。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经文可以知道，耶稣在约翰受难之后，他就开始他传道的旅程，传扬天国的好消息。我们要悔改，信福音。我说从我们今年我们读出埃及记啊，然后读士师记，我们看到上帝原本想透过以色列这个族群来祝福全世界，但是他们一直陷入在罪恶当中，他们跟上帝没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关系。当人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就会好像我们读士师记最后一节的经文，大家要不要翻译一下？翻一下士师记，来，翻到人跟我讲第几页？啊，应该在很前面啊。那个翻到人讲哈，等一下一节牧师有礼物，男生的话我抱一下，来，有看到吗？士师记最后一节经文，几月262。来262，来，我请佳佳读一下262。好，佳佳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停在这边，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每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先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马可福音1章5节这么说：犹太全地、全耶路撒冷，应该这个也是有点夸饰手法了哈。就有一些人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这个情形其实是张力很有张力的。很多人一直因为恶，因为罪，其实心如刀剑在刺他的心里面啊。你们不要以为哈，看到坏人得逞啊，你很气。其实他们常常那个内心，其实很多好像剑在刺，他们好像在等待悔改改变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约翰出现了，就好像一位生命的老师，所有人欢喜到那边去跟随。其实，如今21世纪的我们这一群被拣选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陷入当初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情境？当我们在很感动，然后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受洗之后，然后开启基督徒的生活，也礼拜天有来礼拜，也有参与侍奉、奉献。可是我们心里其实都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亲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是有距离的。我们爱活动超过爱上帝。读经祷告会，礼拜3来了一样，就是那些人。新眼光，一节牧师跟志梅牧师来这边7年多了哈。我们的按的新眼光读经在讲道，我们不会把我们以前牧会的，然后所谓开罐头，我们修改一下进来讲，不是。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就是要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沉浸在每一个礼拜的经文里面。上帝要透过经文跟我们讲话。哦，牧师如果问哦，怕等一下没有几个人举手哈，我就自己很丢脸啊。基督徒，上帝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你每天什么东西可以不吃？上帝的粮食要先吃，吃完之后，像我有一点点强迫林子爱啊，他在上面早上要看圣经。我早上帮他煮完早餐之后，旁边的圣经已经翻好了，
然后信仰跟读经弄好了，他就是一边吃，他一边要看，一边吃要不要看？他看习惯了他就看，有时候他还会批判这个怎么杀来杀去什么那怎么那么笨？怎么又犯错？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读经文，那我们大家呢，好不好？我们真的这个，所以信仰没办法去强迫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生命得到那个，他们就很想有一个光来照他们？其实我们也是，我们跟上帝，我们如果不读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但是这个其实有背后的问题，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读？因为这个我们看重世界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世界上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在吞吃的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受世上许多的东西，这些老师，这些东西我们称为老师。补习班是老师，我们喜欢追求什么？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吸引力比耶稣对我们的吸引力还强。约翰一书2章15节这么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你爱那些，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从明天开始，大家回去试试看。早上你先读经，你一整天那个段经文都会在你里面，会带着你。真的，我不会骗你。好，我们每次在跟志梅牧师，其实做牧师最沉痛的不是做事工，不是陪伴你们什么等一下篮球直播或者是参加团契，不是。我们每一次准备讲章，其实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看到爸爸妈妈摆了一堆书在那边然后我们也是，我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又改了很多，你们看又改了很多。但是每一次准备讲道篇，上帝都透过这些来喂养牧师，那以至于我们也能来喂养你们。牧师知道，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信仰是2266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有点熟又不太熟。夫妻亲密吗？很熟吧？你们2个熟吧？你们2个是新婚的如果不熟就惨了那后面也是都是那个我们希望我们常常紧密，虽然能够24小时在一起关系也没有人希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有隔阂的。难道我们这时候的内心跟那些捕鱼的那些门徒，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欠缺一个东西来满足我们？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好消息，是出现在以下的经文。好消息出现在第18节跟20节。我们来看18节跟20节，这是好消息。来停，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20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消息出在18节跟20节。我们外在一起强力一起追求的东西，不管多或少，其实真的没办法满足我们的内心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有没有经验？生日或者是什么，到我们附近来一家去吃那个大餐，有没有？当下觉得还不错，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很空虚？还是建成了爱餐料理这种清粥小菜吃起来比较好，有没有？怎么大家都不回答？那个婉柔，等一下叫妈妈爱餐料理暂停，下礼拜就暂停了。我们真的是吃的，为什么说吃了大餐？什么回到家里，像我回到金门，我就喜欢我妈妈随便煮。妈妈说要不要去外面吃？我说不要，我就回来就是要吃你的菜你随便炒一炒，说比王品西提的好吃。我跟你讲，吃2天王品的你就受不了了啦！不要说1个礼拜，2天你就受不了了。
我们人为什么还要多，还要更多？这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需要耶稣，你不知道。事实上，很多人他不需要，只是他需要耶稣。经文让我们知道说，耶稣看见人的需要，耶稣主动看见人的需要，来呼召说：“来跟随我。”世人都在找老师，而这段经文说，耶稣主动寻找人。耶稣主动寻找人，这是上帝怜悯，上帝怜悯世上的人。耶稣呼召他们来跟前，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当耶稣真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是没办法拒绝的。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分享，我因为什么事件我改变了。其实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一个人，那个人没办法拒绝。上帝的话深深的吸引我们，人也受耶稣的样式所深深的吸引来改变。圣灵会帮助我们人从内心来回应这样的呼召。从这时候开始，人回应呼召的选择，回应选择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从平凡的生命变成不平凡的生命。你的生命可能觉得已经枯干了，日复一日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复活了。今天的经文讲到，这些门徒做出呼召，他们做出很大的一个行动。第一个，他们就是放下呼召，然后他们就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他们那些捕鱼的工具，还有他们怎么跳下船呢？你们知道船很贵的嘞，所以捕鱼。我回金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将捕鱼当作正职的行业。捕鱼，那条船大概要100万哦。然后听说他们钓鱼然后钓了一些鱼，黄鱼。然后有一个人专门收购，然后就卖到中国大陆去。他一个月收入可以10-20万哦。然后牧师再问一下大家有吃过黄鱼的请举手。黄鱼。亚明，你没有吃过黄鱼吗？你应该什么鱼都吃过吧？好，定性，黄鱼什么颜色？你干嘛一直笑？黄色。对啊，黄鱼黄色啊，没错啊。可是我这次回去金门长知识了，黄鱼只有在晚上钓。黄鱼之所以那么值钱，是因为它只有在晚上钓，它才是黄色。白天钓到黄鱼的时候，一接触空气变白色，变白色就变成了白的黄鱼。所谓的白的黄鱼就不值钱了，价差很多，所以它会物以稀为贵。你知道吗？晚上他去钓不容易，晚上那船晃啦、大浪啦，大浪这个是题外话他们放下渔船。第二个呢，约翰跟雅各，他跟父亲道别，把父亲放在船上，意思就是说跟他们断绝关系。放下在中文还有几个意思，就是撇下、丢下、抛下、留下，这些都有怎么样？都有离开的意思。离开。我不晓得亚明要回来几天。我知道，如果知道亚明要离开，我们要回日本那个时候，我会难过，因为我就看不到他了。刚我看到他，我好开心哦。昨天，娟姐志和长老的太太传了一个简讯给我，牧师，我已经买好机票，3月24号要回，他们住哪里？波士顿还是？波特兰，他们要回波特兰。我很难过，因为他们要离开我们。每一次一节牧师回金门看爸爸妈妈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要回去的时候，子怡都可以感到那爸爸很开心，好像那种回到小时候那种脸上好像笑。的确也是，要回去撒娇。可是每次回这3、4、5天要离开的那一刹那，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你离开，
呼召就是我们要离开，离开你要放下原本你可以掌握、你可以抓住的东西。虽然你可能现在抓住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很有值钱，在人来看，但是你至少有安全感吧，有安全感。如今却要放下、要离开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都刚刚我讲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为什么不能亲密？亲密那个背后的问题就是，我们受世界价值观传统的影响，还有我们人性本身的欲望。我们的人性的欲望是要多要抓，没有人想要放。然后呢，呼召放下跟随，跟随，像刚盛宴，一定是盛宴那个大部分嘛，都是盛宴在后面跟着爸爸走嘛，爸爸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跟随也就是耶稣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问题是耶稣到底要走去哪里？所以跟随是一个跟随未来的事情，大家都很害怕未来，会不会害怕未来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的举手？对未来会很都不会，很喜欢未来的举手，也不会。你们呢？我对未来真的充满了盼望，你知道？因为我不希望每天过得都一样嘞，过了就过了。所以跟着耶稣其实就是面对一个不可知道的一个未来，所以很多人会害怕。虽然放下了，可是跟随到一半怎样？又回去了。其实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西门跟安德烈他们后来又跑回去捕鱼了。他们后来跑回去捕鱼，跟随到一半这条路这么难走，我就回去了。也有人受呼召之后去读神学院了，读到一半又下山回去重新上班。一节牧师读第1年的时候，读半学期的时候，那个学校刚好在吵架，老师跟老师在吵架就为了台神事件你们不要以为老师不会吵架老师吵架。那时候我就跟知梅牧师讲说这么乱，我放下了世界来读神学院，神学院这些人怎么这么乱？让我再回去好了。其实我真的很想再回去上班。知梅牧师真的是这个富人人都最读妇人心不是，他很有智慧。你自己跟上帝祷告，真的是太厉害了，把上帝搬出来了我那个同学也有人就一半就又回去上班了，太苦了或者是你想放下跟随，你想跟随的不是你想的，你不是你想的。我以为来到教会应该是怎么样，跟我想的都不一样。跟随是跟随一个未来的，因为耶稣要往哪里我们不知道。跟随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将我们这个人交出去，主权交出去给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跟他嘛。牧师跟你们说，这一点我这个是我早上才想到了，这一点也是95%的台湾人没办法信主的一个原因，并不单是什么拜祖先，那个不是。人人真的有个劣根性。你觉得谁是他的主人？都嘛是觉得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就是在外面拜神明，我还是我的主人，你知道吗？外面的信仰，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子，让耶稣成为我的主。跟随就是耶稣，你要我去哪里，我就跟着你走。我要开始走耶稣的路，我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而不是说我不耐行了是安呢。我始终如一，我没办法改变。有时听到我们的信仰前辈的长辈在团契里面发脾气，我就话的是安呢，其实我听了也很难过。其实跟随耶稣的一条路，其实我们一辈子都在调整，都在改变，让我们跟耶稣越来越像耶稣。人受呼召放下，是离开旧的事跟环境。离开旧的环境。当我拜了30几年之后，我受洗之后，我那时候在上班嘛，
他们在拜拜，我就不拜了。我会跟他们讲，以前是我带你们在拜，现在偶尔我要提醒他们，你们要拜，因为那时候我是他们店长嘛，我就你们拜了，我就慢慢要离开我那个环境，传统的一些想法、包袱、重担，正是你很多原生的家庭在捆绑你的罪恶，你要放下。离开世俗的一些传统的价值、人情包袱，这都要放下，以及魔鬼对我们内心的控诉。可能现在我们当场没有，但是有的人他常常是在被家暴、被控诉长大的，很多的阴影。然后跟随耶稣是什么？我们悔改，离开罪恶，转向耶稣。旧的变新的，我们一定要离开，是牺牲自我的跟随耶稣，也是一条走十字架的跟随啊。其实信耶稣这条路比信一般民间信仰还困难啊，因为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那个是很困难的，但却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17节，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跟盼望。17节，好，林子爱17节，好，一起来读来，请。上帝呼召我们来。上帝会负责，上帝呼召我们来跟他一起同工的。当上帝呼召彼得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福音书，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3次不认主？耶稣有没有放弃他？没有。复活的耶稣一样去找彼得，去挽回他的心，坚固他的心。上帝亲自赏赐他力量，让他重新建立教会。你是我的磐石。上帝呼召我们，绝对会负责到底。上帝的应许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的一个信仰里程，得人如得鱼啊！这是耶稣让跟随他的人有丰盛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信仰耶稣很久了，怎么没办法经历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跟随。我想，当我们受洗进入教会的那一天开始，上帝他就如同陶匠一般在形塑我们。有的人比较硬，转不过来；有的人要转很久。其实牧师从受洗那天开始就一直被修理得很惨。我有讲过嘛，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听到志梅牧师跟大家分享，在团契里面分享我们家的一个蓝事的时候，我回去被我骂。我说你卖找人刀绕开的代志讲给听。慢慢上帝修剪我也会分享我们家闹鬼的事给大家听，因为慢慢修剪，因为我很坚毅嘛，我觉得我还是要靠自己嘛。我虽然已经进入那个信仰团体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靠自己，我还是要维持表面的嘛。人家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平安平安，可是你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在团契当中总是展现一副没事的没事的。牧师很感谢主我们社青团契。因为我陪那么多团契了因为长辈每次问说有没有事，没事，我也陪松联团契不是陪社青长辈每次都没事，可是我会一直一个一个把他们挖出事来。社青团契里面就是大家真的很愿意分享你的难处，你碰到的困难，我觉得这样真实的这样才能碰出信仰的生命出来。上帝透过每一次这样来行作我们，成为上帝国需要的一个生命啊！上帝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情况都没有偶然发生的。以下牧师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分享。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上帝的呼召从不是等说那个人说我准备好，上帝来呼召。我们看到门徒是在捕鱼
上帝就呼召他们了。也就是在人最忙的时候，我被呼召的时候，我才刚跟几个同事创业4、5年了，才刚创业哦，在最忙的时候，上帝呼召人。重点是，你要不要像那些门徒，愿意回应呼召？在牧师受洗第2年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我受洗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那后来那个郑牧师常常来我们这边有讲到的郑牧师，他看到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刚毕业就像佳佳这种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的需要，他就私底下跟我说：“哎，我们来成立一个社青团契，你当他们的辅导好不好？”我其实那时候心里也吓一跳。第一个，我圣经只认新约跟旧约2个字，啊，因为那时候哈，我的辅导我要受洗之前有上那个基要真理班嘛哈，他说等一下牧师问你什么哈，你就回答哈这样的问题，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样就好了，其他你不讲都没关系。问你怎么旧约几卷什么，你说哎我不会什么呀？牧师其实很担心，我很害怕，我什么也不懂，我对教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那个时候的那个牧师，他比我还了解我。第一，他觉得我年纪大概大他们10岁，我那时候30几岁，他们20出头岁。第二，我可能至少有多他们10几年的经验，而且我那时候还有2个小孩，哦，子姨子群。第二，可能他们觉得我粗信，但是我会有热情。有热情。如今在回想那一段也是我一个呼召放下跟随操练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程。我尽心尽力陪伴那一些青年，后来成家立业。牧师在其他讲道篇有讲过，这是个很不容易。有的跟妈妈吵架，我还要去跟妈妈沟通，哦。然后3更半夜什么有困难，我们2个还跑出去，我就陪伴这些孩子，影响了一些青年的生命。这是我们当初牧师叫我当辅导，我想不到的事情。更多是我经历想不到的丰盛，在我们家，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这样的丰盛的经历，让我们可以面对之后很多的艰难跟挑战跟选择，就是经历耶稣的同在，更深的认识耶稣，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以至于我们敢勇敢的来回应上帝对我们全职的呼召。上个月啊，有一次已经好久没跟我母会那些青年，现在都有结婚了，有小孩了，啊，他们邀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全部都来。那个指挥若琳他们，若琳也是，他也是当初那时候的青年啊。他们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一杰哥、芝梅姐，你们当初怎么样陪伴我们，我们现在也怎么样陪伴教会的青年。感谢主，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只有在2000多年前呼召门徒，在这2000多年来，在每一个时代，耶稣都在呼召愿意为他尽忠的职守的人。前2天是我的母校台神的生日，也是淡江中学152年的生日，也是马偕博士被上帝呼召来台湾北部传福音、创立教会的时间。因为福音传入北台湾，让台湾这块土地得到满满的一个祝福。这100年来，耶稣一样呼召许多信仰的前辈，建成75年了。有些信仰的前辈，一代一代为主宣扬福音。如今，上帝一样要透过建成教会这个大家庭，在各样的服事当中，来呼召我们，来操练我们。操练什么？操练我们放下跟随的能力啊！这个呼召不是只有去读神学院才是呼召。牧师在回想我们去深坑牧会的时候，看到深坑那么多的不足，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时候，上帝就呼召很多的人来到深坑来帮助我们，带的人带的钱，那些人也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因为一个事件，所以他就到那个深坑去做礼拜，做一个礼拜。他不知道，他其实也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来一起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在牧养读神学院这段路程，上帝也呼召很多人在财务上面，在精神上面来关心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牧师，我们是长职、同工、团契会长，甚至你是平信徒，只要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职分上面尽心尽力来跟随主的脚步，就是呼召。黄信，你打鼓是不是呼召？是呼召哎！我看到黄信为了打鼓，周间的时候可以跑来打鼓，来练习打鼓。我想，当我们看重上帝给我们这个职分的时候，代表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很多神迹奇事其实就会发生。不管我们的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其实每个礼拜五、礼拜天都要服侍，其实很不容易。你一定要特别把那段时间分别为圣起来。朋友要找你喝酒，不是喝酒，朋友要找你出去玩，你要拒绝他。可是当你这样分别为圣，来服侍上帝，然后很专心在那个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会大大在里面。当牧师受洗之后，我那时候也参加了很多的团契，比如说圣歌队练习的时间，有客户要看房子，我就说不，你要改时间。你可能说啊，牺牲很大，人家难得一个客户要看房子，我们配合他，不是。我要把那个时间给上帝。当我们把那个时间给上帝的时候，难道你不相信你所信的吗？这个客户可能会觉得你很有个性，你会安排啊，不是你随便一叫啊你就出去。当我们在我们上帝呼召我们那个职分上面，或者是当我们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为教会事工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在属灵上面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很紧密的结合。当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时刻的时候，这样2000多年前耶稣对门徒的应许，那个神迹就会出现。你们来跟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啊！敬拜团，得人如得鱼这样丰盛的一个生命，会在我们身上来展现。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啊，怎么样怎么样？你那个他那个难题老是没办法过。”牧师其实有时候很不喜欢点破。当上帝呼召放下跟随的时候，你有没有紧紧的跟随？当你们夫妻还是不同频率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争吵。没有人说夫妻一定会有频率的。我跟志梅牧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样板，我们两个从来都不是频率的，我们两个的想法、个性其实差很多。在认识耶稣之前，当认识之后还是有，我们慢慢调整。当有耶稣当我们的主频率的时候，我们的频率就会越来越相近，那你的争吵就会越来越少。当你面对你的生命当中的困难，那个难处常常影响你的时候，代表你跟上帝的频率一直没有对照，你没有读经，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去关心教会哪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呼召就是放下跟随，我们要牺牲限制我们自己，我们要去看一个年老的弟兄姐妹，我们安排时间起来。弘毅长老大家都知道，不晓得我最近特别想念他。在他后面生命里程，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间。他跟我讲的，教会只要有事，他公司他是老板，他公司的事就放着，他就马上来处理，因为他觉得那个很重要。甚至他的老婆秋玲说，弘毅常在公司的时候还要弄账务，但是他心甘如愿啊，他心甘，他很开心。
当我们把上帝摆首位的时候，我们跟随上帝的脚步的时候，上帝的丰盛会临到我们，不是外在的，是让我们内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平安，不是吃一颗王品牛排就很开心了，或者是我们买了一个化妆品，或者是我们怎么样，不是的。弟兄姐妹，透过这首诗歌，牧师邀请大家从此时此刻，我们好好来跟随耶稣的脚步。再讲一个小见证，今年开始我们篮球队本来是2个礼拜，平均2个礼拜打一次，因为有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分担场地。但是今年开始那个团队他们不打了，以至于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要不得不租到那个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的同工也会担心。不晓得是担心预算、人力，那感谢主，同工们都大有信心，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在当中。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主动要跟我们打友谊赛，那个时间我们就空出来了，或者是有人突然说，他们想用那个场地。上个礼拜牧师去针灸牧师大家知道我前几年有50间。那我还是继续在保养。那个中医师他也很喜欢打篮球，也知道我们有这个篮球的事工，他也是基督徒，也是教会的长老。医师跟医师的家属去看，都打半价。你们应该没有看过医生会打半价，为什么？因为他爸爸也是牧师，所以他爸爸已经走了。他花宏愿，只要牧师跟牧师的家族来看病、挂号什么都打对折。好。那我们2个是好朋友，我就去针灸。我每次去针灸，还有一杯55块的咖啡，也是就是我去看诊140块，他又送我一杯55块的咖啡啊。那一天针灸完之后，他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6000块。他说：“我要为你们篮球事工来奉献。”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服侍上帝的事工，为了得着更多福音的时候，上帝会呼召更多的人来参与的事工。上帝也透过他的奉献，我们知道6000块其实也不多，但是他在拿了6000块，我想说，我来看个病140块，你又给我一杯55块的咖啡，还送我6000块，哪有人这样看医生的，对不对？没有嘛。当他掏6000块在数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的感谢神，代表我们做这个事工是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的跟随上帝的脚步，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我属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忠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尽心尽力跟随他的脚步，成为这个世上的光跟盐，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来唱最后一首《带着回家》。